感觉很懂吃哦。我是吃货哎，看身材就跌。赛佛，cái水已經走退咧。哎呦，平常是有煮菜哦。菜哦，嘿，还主廚給二廚，真假的？其中神日子可以開量誒。不要再走那个。我们是真实材料，預先挑選真材實料，真材實料。身體你們可不可以放水一下？對呀，拜托了 OK 的。我们刚刚已经放水了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已经哭出来了。就看我吃了，我觉得我们输了。用万扣丝很厉害哦。你确定要换你炒吗？对。是换你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。我要露出担心的表情。确定你炒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謝民族。哎，做白票。你聽他講一家之主都會變得這麼的，哎，覺得為什麼活力會這樣？滿滿。為什麼會變啊？因為咯，來苗栗的關係嗎？這樣嘅社會主親強下去，哎呦，越來越油了。哎呀，油條哎呦，對啊，包括肚子的油嘿，也白溜溜嘅。沒有。好，今日來到苗栗啊，島邊夠強哦。哦，油到呢度咧。對對對，而且呀，今日嘅評審欣賞，然後苗栗咩動有關係呢？哎呀，馬上來紹介一下。先來分享到我要吹嘅係雪玲師傅。大家好，兩位主持人哈，哎呀，謝謝。好，還有哦，非常冇看到咧哦，親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嘅，大家好。對呀，哎，本山雪玲姐就會到苗栗是非常有名誒，哎呦上海呢個都有名哈。啊，講出去吼，冇唔抵呢雪玲姐馬上。真的，但是呢，因為最近聽說徐師傅沒來苗栗嘞，哎呦，你看全部都加入苗栗大家庭。哎呦，那是不是我？你不用，因為我們這邊呢，你不用，因為你打畢業是會籍，都是會煮料理的人。哦，對剛剛挑戰一下漳州的又忌肥啦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站，咩10分你會做料理？哎，廖翠董強哦，因為係我學妹。哎呦，馬上紹介。對，我一定會保護她的。好，先來分享到這是母女檔，丁瓊記，然後依雲。哎呦，學妹檔哦。學妹啊，來然後學妹，這兩個應該也是學妹，我看右邊的也蠻年輕的哈。呢個係學妹，我嘅紹介係我嘅好朋友哦。來，總上放映吼，咱們今日係舉世名lau青肉線。來，你猜我的好朋友是哪一位？這一位，對，哎，劉沙圈嘿，劉沙圈這邊嗎？嘿你本身就有認識。好朋友嘅媽媽啦。哦。我行講呢兩沙圈係公館菜電影係嘛？哎，哦，公館呢啲就嘛嘅鐵皮就苗做啲老大家上。鳳州，鳳州，它是紅寶石嘛？哎呦苗栗的對身體懂好，真嘅。啊，有沒有一些在地景點呢？有啊，就是美女啊。你沒發現嗎？呀，特別全部苗栗些阿妹哎呦，妹。好了，因為唐講吼，日本西台有到公館吼，你家所在有一個是不是有陶瓷重鎮？這呀，特別喺講你嘅高速公路下來嘅時間，公館嘅特別就會看到棟到嘅紅誒。桃色公路係嗎？對，給它紅嘅條邊然後嘅滷東西誒。金南瓜，對不對？金南瓜還有泡菜。我唔但講安哦，你下個農夫哦，還有發展出來性感一個寶石。真嘅，該不會在裡面嘛？哎呦，幾間馬上來睇開啊！來。等一下吼，打開了本大家看，係風咗吼，也係買東西咯吼。好。噔。今天係附嘅薄紗頭。這五寶商誒。兩萬個，客家話那個。酸內子。咩日本嘅品種哦？哎，聽說你們嘅專家老雪玲姐一字之差，可能是寂寞哦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我要到嘅係顧謝雲專家，顧專家總幹事。謝君姐你好。按講嘅總幹事，哎，真有槍咧。哎呦，他有小妹哈。來照記一下，你公館係新嘅五寶商。人家很多苗栗的荷花雞同一般的品種無嘛同樣，就會給較太粒，個會較甜哦。真嘅個會加個五都鳳，就是很多紫蜜。五都鳳，對，鳳都變五都色嘞。對，很多紫蜜。
含有很多的花青素，加个抗氧化效果哈，懂厉害哦。这个我喜欢，所以美丽现在我就懂讲，因为我们都是吃花青素长大的。抗氧化的是讲抗老。我们是不喝水，我们都喝花青素。真的，宽妈妈，你看得出她儿有50岁吗？对不对？妈妈看得出来吗？皮肤暗这讲。2位不是姐妹吗？18岁，这18岁。哎，都是希望讲哈，同打造另外一个特色产业啦，所以我们正在推广这个。啊，我们农会啊也把这个做了东斗的果酱啦、果醋啦、果冰棒。做编发。那另外也有一支很厉害的，该不会是我喜欢的酒吧？不是，对。哦，真的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对，我们在国际上有得奖的邓元奖的紫桑酒，唐空有得到那个布鲁塞尔的国际赛银质奖。哇，现在总上对呀，有带有3片，苗栗人很骄傲，带有3片本大家来品尝。真的很有我做的起立美啊！哇，这是酒，哎，酒吃吃看啊，这个抗氧化功效加倍。真的，对，因为呀，真的有国际认证的。来，大家领款。哦，那等于说买酒的呢，对，就像梅子酒的味道。古说呀，哈都农夫买的都了，买的，对，然后重钢丝买最后哎，冇问题，搞干了。来到共管哈，但尝试又该封走了。对，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死蜜桑葚。对，因为某 Q 二规件嘛，对不对？就1年4季度做了没？清明前后1个月，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有很多乡亲都来买。好，那就欢迎大家来采购。好，寻梦重钢丝来谢谢。好，简单喺呢今晡日就拿下嘅公關嘅五寶沙所內子來做第一次嘅料理，所以就來進行挑戰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當然就好，一般來講，有嘅所內子呢都會拿來吃家常色，非常做果醬。給你做料理會不會有甜點呢？期待一下。好，你現在看下馮主任，你有做乜料理？酸內子下鹽，哎呀，哈英哎，最好是哈讲呢。你係喵好凍荷塘，佢係喊好荷塘糖款哦。來，1、2、3。夢嘅浪漫。哈？夢嘅，剛才在講法文嗎？夢。雕菜色代表神秘的魔女变出来的料理。哦，就習慣啦，還好啦。如果創造沒有弄好，變創傷了，所以那個。OK 啦，等下就看你有澳洲來啦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呀哈的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3哦。很期待魔女的浪漫呢。真的，而且啊，剛剛某公的我這一組很厲害，他也是主持人。啊？那個安會講講誒？真勁，快來啲看啊，好。看媽媽煮菜最療癒了，對不對？你沒有做廣播節目啦。你節目就會訪問同到嘅厲害嘅節目嘅故事，每種有唱明珠來揾你訪問，講一下你嘅人生經驗故事，大嘴古玩牛。真嘅。體育都厲害，你變做主持嘅時節咯，該上定時會就變呢。係啊，因為毛平常時就會啲那個天腿地度自言自語已經習慣嘅，冇習慣講按你對等按你講法，係所以是已經咗。故說你應該當時有看到真人，對不對？係，因為平常時係冇出門，係冇上過節目啦，冇上過電視節目。好，咁要時間限制。好。咁個媽媽你下做乜嘅啊？煮酸內子薑，薑。看，我們是現煮的，不是用果醬吧？太火嘅，個水已經走退嘞。哎呦，平常是有煮菜哦。係，係主廚別二廚。真假的？要炒高章有，大概它的營養章會出來，係冇？好，等一下，你要先好做，我們先過去。好。你特別要吹到都係。來。你都要做甜的哦，我都要看起來做鹹的哦。
含甜係嘛？还有一点酸。哦，酸鹹甜甜。西明姐，你的名字很有韩国的味道。對啊，有你用公公嗎？有。韓風哦。啊，你沒有韓國血統。全部就講我迄免個只改名啊。講唔免。咩？從阿妹弄搶。從細就係。從細就係安尼。啊，做蒼生麵，因為我係好容易。哦，我學法係用學嘅。哎呦，很厲害呢！你我做得廣東暗號，拜託教一下呀咋？教我一下，我來請用，我來主持。你也不會接啊？玉軒很厲害，玉軒做得教我。玉軒，你走馬條路誒？我之前喺到客家電視台地度做節目處理。唔過你下冇強龍咯，叫佢做幕前咯。哎呦，那個玉軒講說，基豆腐漢吼，嘿，很常做菜，這是實話還是實話？可是感覺雷夢今年懂丟呢。他蠻眼紅呢。雷夢他第一次。第一次呀。對對對。我年都鏘鏘。因為為了上這個節目，你張替擺。哦。人家 BS 色彩懂到誒。這個像鳳梨炒木米安尼嗎？對，一起炒。一起炒啊。那你有冇想到用木耳來炒啊？用下炒。木耳也是的會健康，對身體是健康的。鐵質跟鈣質很好，全都夠。好，來啲看下嘅特別，誒，我嘅特別已經錄錄了。好，等一下過來那個雷夢應該走得嘞哈。應該好嘞。走得啦，走得啦，走得啦。哦，先過去咯。哇，先鋪哥。香味出來哈。你係買嘅東西。蝦仁嘅，即係要攞夾杯弄割佢啦。有。給長你一天拿出來。哦，那有好多嘞。有嗎？你也總不是哦。哦，沒。給人家麻煩哦。給片刻很用版，有都冇使用嘅。咁真講誒。啊，問一下吼，你有今年帶幾萬個酸蚵子哦？啊，有冇是就聊到平？因為一種米湯活動啦，等下就啲順風攞去天數，就是襯托出來，做唔到赤腳攞去炒以後顏色不同換，對，給蝦仁為糊貼，對，注意到不是可以全部炒好，各位蝦仁炸好以後，你青米漿會不用給淋上去，安尼，因為鐵板你吃的時間吼，其實給向下炒，給蝦仁規則變糊的，懂得人講，牙公公也係未出手會倒貼。好啦，等下就落來好冇？我先過一款矮雞片咧。好。哦，炒咯。應該煮料係直接炒嘅啊。其實今年我會本玉軒好好表現一下啦，因為佢講吼，佢兩下冇做客家電視台嘅人講了以後咧，他想說要把握每一次上節目的機會，所以今天這個評分真的對他很重要。可是佢剛剛拿包菜，他媽媽喊過好了。因為媽媽頭擺喺多公公嘅貴州注射咧，他對料理有他自己的堅持。啊，衣服真係重夠手咧。對啊，他就攞去切嚟按就好，多雙重過去配糖。問一下哦，你這個應該沒 hit 哈？上腎汁呀，這個只會上腎汁。哦。好，你先過嚟。好。先行下一鋪誒，哈。凍上會係送板用哦。哇，兩片會好嘞呢哈。換你大廚了呢。對啊。最重要就是鹽巴不能加太多。我們這邊已經估出來了。你就他們輸了，我覺得我們輸了。用完後是很厲害哦。哇，做得兩波按你強哈。做對了。這突然變很 man 呢。鹽巴加的對，這道料理就對了。不過你會嘟好啦。係，我嘟好，所以我們在睇鹹。所以你哋套菜係做鹹甜嘅。酸甜酸甜。給太葱頭就比炒米頭呀，應該差唔多。炒出了一條哦。而且我發現這個剛剛是以雲切的嘛，對不對？你看該輕的全差唔多哦。來看了當啱，應該差唔多。其實動腳係啊，動甜啊，要辣辣的。時間差唔多咯。好。來，好。係唔是用蝦炒嗎？好嘞。這家不用動紅豆誒。有米啊！有。好，先幫你擺盤一下，我先過去看咯。不，你要偏炒嘞啊！不是因為那火太太高溫就該偏好嘞。按醬哦。給煮好嘞啊！媽，
木姜木姜，哎，时间还有。蜂蜜的光的啊。凤梨心，凤梨心，凤梨切冇強人嘅太細呢。同用哪有？你喺太太，你喺細細啊，跟住滾啊。鳳梨心都好食咧。先切出來，再切下細啲，啊個鳳梨就切下太細啲，個口感就冇重要。玉軒感覺很懂吃哦。我是吃貨哎，看身材就知。賽佛。好了，通通下去了。好。哦，那就強下炒哦。有點想吃。而且我們有開背呢。哦，怎麼可以加水啊？不給吸一下加一點，比吸出米來啊。哦。我看一下。調味料都要加了吧？要啊，都加了。那我們會勾芡嗎？勾一點，勾一點啊，會勾一點。啊，該嘛加酒味啊。加水果醋。記得桑葚先用那個家裡面現煮過誒。哦，先煮好誒。你要去掛通嗎？你要本性？有檸檬。檸檬哦。哎。冇加其他的東西吼。冇。該風色本來是係蒜就桑葚嘿，蒜粒子的色。啊，看該風色嘅上頭，難怪我到該魔女啦。係啊。魔女啦。我覺得可以當槍可以鳳酒嗎？兩黑奶香，然後鳳酒會色當槍。然後鳳酒會色當槍。好了，加這個了。要酸質感嗎？啊。好，夾夾哦。玉軒擠的檸檬終於要用了。媽媽，你一定要用，因為它擠半天。對，佢只有做2件事情。好，準備倒數咧。OK。來。我試看哦。好。6、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水就來吃吃看，拿鐵嘴料理，那部開靠後色咧。哇，冇想到呢呀，酸葉子太改變發出暗醬的料理耶，好厲害哦！對呀，好，而且看擺盤用煮都懂呀，冇可能都有創意。對，懂用心啦哈。先進來要片塊試試。好，夾選。我們這邊是以雲操刀的哦。對。好，大家都有拿到你的吃吃看呐嘍。來。加熱過的酸葉子看呐。香妹妹，用版型，你搭配有蝦毛，有，然後是咧，呢條嘅蝦先吼，因為係用油嚟泡過吼，夠原味耶。跟蒜頭就配跟鳳椒啊，然後蔥頭啊，所以它不會甜油。然後最後再來一點酸甜的蒜葉子，酸甜。啊，呢兩隻感覺咧？我知道嘅蔥頭撈嘅鳳椒唔會炒到香落，用車當好食。嘟好。有滿意哈。好，來，吃吃看藍脆耶。哎呦，魔女的浪漫。那個酸的醬豆厲害誒，好食咧，很好吃。你要緊緊係浪漫，因為愛情是愛用酸甜。我這是很酸甜，哎，我們這邊已經哭出來了。你吃他們吃了，我覺得我們輸了。用嗎？後食很厲害哦，第一次還沒打分數，自己先投降。這樣來牛堆嗎？沒有啦，我們的不一樣，我們的更清爽。你要講回來啊，主持人。用手中央的 Q 米啊，你都酸葉子太大量誒。不要再做這個。我們是真實材料。你先挑酸呢，真材實料。真材實料。身體你第二口，其實就會有些內鬼啦。你們班上應該是蠻吵的吧？第二口就膩了。對，你人說的是懂懂咩？哈，我今天懂你都。不用嫉妒我們。你看哦，間鳳梨係甜的哦，不過經過醃過而家蒜葉子嘅味道哦，跟煮過係蒜葉子，所以個味道就出來。因為冇煮香勁。好，等下呢，上路件的事情交本評審欣賞，先請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哎呀，也挺吃力，哎。還有一個。等一下，你該打斷的強龍好多看下，西師傅搶不服輸。你說說看，有道理嗎？其實有道理，有道理嘅啦。係，哈，今日係酸的為主題啦。
一天来老人嘅主食材，就选嚟搭配到。臭豆，嘿，哎呦，你今日大家習慣上可能要拉糕，結果人哋冇拉糕，唔拉糕米絲可能都冇共樣嘅。靚水咧，佢冇留嘅選嚟煮嘅米絲鴨踢，佢表按到檸檬係你冇鴨踢，檸檬留選嚟煮係當大個方面，曉得用食材，咁厲害。咁個戚師傅點講過咧？我咪本了袂讓迄，因為我係上派機條當有創意啊，老街桑葚汁啊，老街桑葚平全下煮，嘅梅頭都有出來，啊，嘅營養咪動好些。真幾厲害，他就檸檬汁已經會哦弄一下啦，因為該酸了之後甜感，不過最尾該檸檬汁又把它那個酸味帶出來，厲害。好啦，也嘅結果我們也算是心服口服啦。冇辦法講，少咗人嘅。唔怕，徐師傅按叫冇來嗬，今日就可以係徐師傅帶嚟嘛四個料理要搞睇下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哇，當其他今日徐師傅帶來四個料理都嘛出名。紙醉雞米。最機敏，跟他們不好聽誒，摸真緊係紫係嘛改啲啊，紫色誒，雕彩色，那係橘，啊醉係嘛改，酒，啊愛咧係即間用誒，桑葚酒，啊即間，該係過量酒，你只用一杯真的不夠意思呢。對啊，我們要喝一杯呢。不好意思，應該是摸好出菜咧啦，一邊食。啊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哈，就嘛改，啊雞係嘛改。哦雞邊咗，啊雞邊咗，啊米係乜雞咧？你係重點咯，糙米，你乜雞？糙米係嘛？係糙米，係，我點我變魔術哦，有魔法哦，你也有魔女的魔法哦，係哦，好啦，我就叫了哈，係彩椒雞係配顏色嘅哈，我哋先攞嚟煎雞肉，除了煎雞肉皮嘛，同佢下去，哦是切過咧，冇，我等下先。放啲煎肉啊，放啲皮肉啊，切安樣嘅，係。就雞腿肉嘛，哈。對。我點解運用班做嘅咧？係炒米肉啊，我會落去鋪，鋪變落嘛計啲啊。爆米花。係，你喺度重點咯，哈。你看，哎，所以要擦擦嘅哈。爆這個米香嘅須之後，就聽我用臭米係冇？紫米未做得，白米未做得。湯米未做得。因為我有試過。啊，從那米油嘛，我先浸過，浸一個晚上，給朋友對當做的哦。那你這個是乾，就是已經放乾了。哎，像安樣嘅。重點了，破了米油啊，給水分一定要瀝掉。哦，嗆。你哋用咩玩用㗎？唔係糟糟。哦，嗶哦。太黏啦。啊，像你我這先不用好了，剪都清楚。哦，不用全熟哦。是因為油還沒熱。哎，然後滷嘅時陣，我要用個桑葚酒。哦，你有先處理過？有先滷過。對，滷到個橄欖油，哦。啊，從不用怕，不怕。之前你改下了，改頭菜吼，其實你們那個醬味溫強哈，做啲先滷過改蝦精啊。哦，先不下鹽改入米啦。那滷嘅肉嘅時間就不用養。我來咯，成樣。哦。哎呦，我想我做肉青嘅硬河呢。你的臉看起來不好吃哎。我想說你的臉看起來很像窮人。玉軒你要小心，因為你要做幕前的。對啊，怕傷到美麗的臉。哦，像你要叫先不用放去哈。好，給他炒。哇，好厲害。特技表演。你講你啊，唔會的，做得咧，唔怕嘛。哇，做得兩波按你強下。做得啦。這突然變很 man 呢。哦。啊，就先不用一半時候。誒，做乜解？不用一半。係，不用放去先吸一下吼，啊魚啦，你要別顧一下吼。哦，好香哦，個酒，攪。你都20幾塊啦。不要。哎，徐師傅是不能被誰梅拒絕的呢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對，第一個拒絕他。對。他說他傻哦。他在把妹的年代裡。哎，從未冇食排過呢。哇。把妹達人。有這件事啊。你看剛剛他的架勢是動然刀呢。有吧？你那次在我們所講的都是先行車記錄器有錄到哦。哦，已經沒有咯，哈。哦，酒吸進去了。還有哈。哦。而且他是沒懂講哎。對啊。不是給他演哦。唔是。好。
剩的来桑葚吼，然后是蜜桑葚，蜜那个紫蜜桑葚，紫蜜桑葚，再搅一下，好，安差不多了哈，我起锅了哈。能够冰一下。啊，酒怎么个不凉白？因为啊，第一次冰的时阵不该酒的米头吸到鸡肉这样子，因为它会挥发掉，莫该酒米啊，水米能够画龙点睛。强调一下，主要煮给酒没样子。哦。两头锤哦，按到纸醉金迷哦，等一下写 T G 以后哈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有钱人一样。冲锋梯啊！冲锋梯啊！对啊，都是贵妃以上。冲了。哦，不用送去，按你口感会按你。你等下洗死地咯哈。白芝麻做的吗？哇，芝麻按细粒不一样，这有口感呢。有芝麻较细粒啦，较宽。好，完成纸醉鸡米。按钮就好食喽。都带来煮这色豆。好，70分想哪里出题目？请问杠杆为何有按度寒而死呢 ？A. 地形从寒而 B. 火把动作寒而 A. B 呢？先来猜拳，你要妈妈对战，要还有女儿对战。妈妈呛，妈妈对战，妈妈来，箭头上头部来翻向两对面，好啊。好来了，箭头上头部。箭头上头部，不一定会答对，来先站回来。也会 B 嘞。好，该提醒哦，从喊了，还该后顺哦，就动作该喊了。我猜的还是地形吧。好，地形哈。那玉轩也是觉得吗？我也觉得是地形，因为台湾人他会用梯形来周量，不会用火把动作嘛，该有脱离。动作喊了哦，是太死好了啊！有冇很别喊了是？好啦，我就先该是 A， 啊，你偏是 B 咯。B。好，答案是 A。你看题型啦，我看看正经嘅答案是用版的。用版嘅呢，佢嘅四周都有该山丘啊围绕，中间下带偏，外形像寒呢。所以又称为寒呢西。原来你是地形啊，那我们只好纸醉金迷一下喽。哎，好羡慕哦！哎呀，用个三刚又带两副呀，又是呀，很美，用暗松快哦。通过自荐莫让尬哈。这样吃得完吗？可以，你看玉轩。被你打想呢，用暗拜呢。好了，第一次感觉那么孤单。台港都纸醉金迷，金迷所谓盛行，同样是没错的。哦，那目前在吃哈，弟兄比啊，哎呦，天天白哈，哎呀，我想我做6000的红河呢。你的脸看起来不好吃哎。我想说你的脸看起来像穷人呢。好些哈。那米的口感，米的口感哈，吃起来它会嗲嗲嗲嗲嗲的感觉，很酥啊。还有该龙族吼，你都有提着多菜的那种蛋肠的那个蒜蓉子，那个75它就加开酒，所以它的味道更厚，更好吃，又不会抢它的味道，味道刚刚好。等一下哈。刺激的要来喽！好，刺激的要来喽！啊，我们不能松懈哦。好吗？好吗？你们可不可以放水一下？对呀，OK 的，OK 的。我们刚刚已经放水了。哎呀，好，两下水就来进行最不迷馆的比赛喽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。3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我做嘅料理，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濕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好，今日呢，我來教嘅就係料理逢6點，先來請師傅公布一下，有咩菜色嘛？有咩菜色嘛？嘅咧？
哦，哎呦，你看嘛个，大家，挑丝蚵诶，挑丝蚵诶，大家糖都买挑丝蚵诶啊，太难糖哦，那个东西，你要是喵婷挑丝婷啦，蚵诶啦，等一下喵婷婷哦，有可能係做蚵的哦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好，挑丝为主啊。好，先人主等呢，好我们派出女儿以云我想要强棒看。同学对战，同学对战，来，站这边，来，面对好面，好之間嘅往前站比好看呢。来，馬上讓你先選一隻店哈。好，有可能地度會有難的老簡單的，嘿，只有一張偶誒，嘿，但是主動偶就清厚安的。對對對，誒，冇聽錯個，誒，攞看下劍斗山跳夫，好，謝謝，吧，用嘅，好，一到用到咧。 3選1嘛，唔怕，都做得啦，小 case，對啊，頂多炒個大勝而已。黃色，好，交大打波你本大家看，嗰嘢用跳皮啦，來董浩生，好，跳夫比，黃玉軒，來，風色也係搶色的。干嘛？尊重你嘅意見。啊，NK 啊，变成9一啊，哦，就這片，哎呦，打3，太死啦！該下就去得到2分呢。他給一聽做出來懂普通，而且人家嘅飯啊，跟冇乜有上解。過冇跳夫皮剪都擦擦，誒，咪都都係。挑絲，哦，跟蜜頭，而且我可以包進去啊。誒，呢個咪爆地哦，這個老挑絲超過嗰個保樂衣啊。哦，誒，你做對呢？重點，挑絲蜜頭懂蟲呢。對啊，我們想想看，好，小 case 啊，哈，加油啊！你唔好用嚴重哦，你係懂困難哦。不要講全部笑里藏刀，加油啊！大家路上都這樣嗎？大家加油！好，今日下呢，隨就來進行最杯迷館的比賽嘍。好，大家挑絲炒蚵也好，炒挑夫皮也好，我跟你說都會懂後生啦。哎，真的還不知道結果而嘞。且我們可能還看有創意哦。唔過還是要民族係咪老愛強一推，有一些某痴心，係咪眼神散發一種無助感？有可能。對啦，其實你們的第一道還不錯，怎麼會呢？還不錯，我們只是我們對你們對手太強了。嗯，真的，而且我們有廚師幫幫我。幫我。對，好，大家有心情嗎？有嗎？有哈，有。馬上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唉，其實我東好學調皮，來先讓你講。挑夫皮，哎，調夫皮。你就沒有分數。對呀，可是我真的很期待，而且 K 西人家看到議員係來主菜誒。先來，看啊。先來剪挑皮哦。誒，應該糖多係啊？要哦。一聽到剪都會不會太多油？炒還有。會嗎？唔會啊。哦，羽絨廚師幫我嘞，係嗎？沒有啦，還沒調味時間當然。哦，係，唔講我要下一下。兩頭水真的是有創意。而且當口釀吼，你平常時候煮菜嘅經驗係冇咁錯。從愛很愛用班主義啊。哦，以下點，做完之後再來說。有糖多哈，感覺性亮嘞。哎，這樣接得很漂亮。有，其實 OK。大家過來反正就切一條一條的嘛，不用。你做得講，因為你也老去窮煮誒。切丁的。哎，還是我們就給他們切。我聽到 BB 給上鏡嘞。有問題。哎，我都冇講哦，我都冇講，我要幫你切。好，你害定香現在滿頭問號。不是切，不用切，打給醫生，不是切。哇，我們現在進度，哎呦，人家還預選你下做馬太。這切牛排啊！預選你會切？這切牛排哎，哇，好厲害哦！你上一吹雕你是表現幾哈？嘿，你把動作細件，然後走來雷蒙斯。而且第一次有個人看到用牛排切法，不會切挑夫哎，挺厲害的啦，哦，你厲害。你媽媽係用到手檔哦，按用切。對。看辣椒嘅籽哦，一直全部不用阿姨。哦，我要紫菜。用色是紅的。鍋子會不會太熱？哎，對哦。對啊。又燒了哦。好。
好，玉轩，你一边说一边做那个。你确定要换你炒吗？对，是换你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。妈妈露出担心的表情。确定你炒？哎，你要你培训谁地还是刚刚 Google 查的？冇啊，本来就第一，我煮出来好嘛。哎呦，就运动厉害。哎呀，加好心。其实声音哦。应该做得。做得。OK 啊，你慢慢炒啊。有的，是看的。该偶尔强下炒。系啊。是看的。像 OM 是处理过啊。有。哎，这不行啊，是。문제下现做嘛个处理嘞。刚刚有用水洗过，啊加米酒然后加个番薯粉，嘿，啊用个熬的都煮的时间真唔会久脱。动有创意哦，啊唔过放风。哎，你要你培训谁地还是刚刚 Google 查的？冇啊，本来就第一，我煮出来好嘛。哎呦，就运动厉害。哎呀，加好心。其实声音哦，都推背做跳路啊，就运动辛苦，其他要做腿背哦。哎呀。其实你又要，这个煮的时间，你试着来厨师帮我。厨师帮我。哎呦，对，先马莎，先马莎，厨师请帮我。先马莎，那就师傅你吧。对，七师傅来，对。其实，哎，很棒啦，开始。冇啦，其实撩毛球嘞啦，对啊，我帮你这样讲，撩毛又要撩水哦，你一定要用咁灶的粉饼去烫一下，啊落去，按个白白的，按个放是唔臭的，哦，按个毛球，毛球的吼，清凉球啦，清凉球啦，做配出吹啊，系啦，清凉球啦，对对对，不要做调色哦，你做配嘞，不要用啦。了豆腐有啊，煎豆腐，干煎豆腐，干煎豆腐剩煎，哦，按煎，强下，时间到了，强下炒按用面吼，强下炒有啊，影响它，哦，强下炒，哦，按别个切按用面吼，啊，都无煮的啊，你听我悄悄哦，啊，你等下有啊，辣椒面做在剩饼跟中间，你们把我放在哪里啊？哎，对嘞，好嘛好，啊，你等下做，你啊，这可以，妹，你等下。安家啦。你等下做一做埋呀，你落去炒，你落去炒，你做啥？啊，水饼落去用杯的时候嘞，好，按照好 ，OK。时间到。没有帮上。谢谢。又了又。该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们被辣到了。好好的使用，好辣。哦，辣。先过一下。先过来。我这算孔改片好嘞啦，系啊。挺辣的。好哦，你们要来用嘞，来，厨师帮我。那先满烟。等一下，60秒而已，60秒而已。我建议先把跳丝炒呀。要听小队长的哦。各位超都一般，当很。走的。我觉得可以。好，莫用 V， 不然我先把锅子热一下。好。我发现明珠姐也在注意眼神，她的眼神。等一下，跳夫忙切 BB。哎，不用跳夫毛，我会做嘛呢？哎，还毛，好啊。哎，你做跳夫皮啊，当然没有教跳夫啊。反正你先切猪后尾啦。给我用没用青菜给的哈。对对对。不要再切对半了。我知道，这样子。哦，做挑诶，一定会跟跳夫皮也挑诶。徐师傅。我们用厨师帮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刚才是我吗？完全没有掌握任何的厨技啊！哦，你刚刚完全没有天。雪玲姐懂兄，没有。对，她很想要，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对。没对的，是平差懂离婚哦，还是看你给你啦，你们决定。有谁没有甜点？给就雪玲姐，好，谢谢。雪玲姐，好，继续开始。为什么要把这个先爆？它就有那个豆豉的香气，然后逼出来之后，你要饼落去，用下炒，好。跟等下会加盐，你冇加盐，冇要不用挑油，挑油啦吼，不要加到水，不要加到水。就买问题会夹夹问题还是做对对对，咁你要倒落去哈，边安尼。强，别个哈，别个哈，等下就有香了。30秒过去。过来，等下嘞，等下，慢慢等，挑皮倒落来，佮挑油先煮，煮啲啲比香。好，加青米，你啊，当边落去加青米。加青米哈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挑丝会挑少吗？唔爱，嘟嘟哈。等下边我哋挑丝啊。 9、8、7、香哦，这个不用改的挑丝，这个不用改对哈。 3、2、1，你算太快了。电动。好，抖
好又满哈。跳舞会比不用点钱，好，你表一下。比表一下。多的，我们安心了，安心了，因为你的偶尔要不要给我们？我们的主角呢？吃米西哦，试一下，快不用恐魔哦。现款乱吹。我们很有可能会赢哦。有空，因为对方已经完全失败了。摸。嘿，你有机会玩嘿嘿摸。完全好，那就狂干点了嘞。嘿，来吃米西的。等一下，他们2只手都停下来的意思是？好了，是味道。好了。你们的 over 是怎么处理的？刚刚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在这里。对，我们沥干了嘛。没烫。会腥吗？我没有穿烫。会腥吗？应该还算 OK 吧。我是没穿烫呵。因为沥干了嘛，我就加了水，然后把它和进去，就把它倒进去，就一起。OK 啦，反正西明姐已经有吃过的嘛，还有吃过米头的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上菜吧。不过看戏咯，又没动好血啦。可以的吗？好 ，OK， 上菜，好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好，那我现重攀嘞。好。要不要 keep go？ 你知道 keep 是什么意思吗？对呀，在那里，过耶。我提100孔一孔，可能还严重。第一次前面都没有得半分，真嘅哦。你懂啊？2比0係咪？我點解講頭擺模擬案呢？係冇？有啦，已經凍手。我仲薄哦。好 OK 了 ，OK 了，是不是？應該就。哦，我拿會痛啦。痛色，會痛到。边边啊，那筒度都一损烘听听，没有人加损烘一点点，妈妈不是，可以了。你要来加油！我觉得以云跟定香真的完全靠你了。你不要太那个豆，不小心扁掉了。颜色很好看呐，颜色。后来好。喜欢吃豆花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这是咸豆花。天女散花。咩？芒果鹽呢？唔是假鹽啦，挑有雞肉。哦，挑有之後係冇。好啦，我們這是鹹豆花的概念哦。哎呦，你們剛剛第一步雪玲姐選對了。而且你看，我們那個蒜頭酸誒切都幾好誒，黑莓。凍醬。凍醬，真給凍醬，你不要再不要再動了，是不是？保持幾個完整的。好好盛盤好了。我這樣會太嚴厲了嗎？不會嗎？不會。哎，手好累啊！好嘞哈，好了，倒數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隨出來吃吃看到最杯米館，那家長係你的太重譜咧。啊，一個挑絲炒藕誒，炒挑布皮，看起來就我們的感覺還不錯誒。其實看起來真的不錯，真贏，我們外表就贏了，看不出我有放豆腐吧？其實你們這一道是魔女的浪漫吧？準備咯。來吃吃看吶，來。挑絲的香味有出來，沒有出來係嗎？你有咩啦？批豆都挑絲，真贏。我發現你適合講菜。就後公車就，貴婦都是這樣。我的你們是好的嗎？豆腐皮又插到，有冇？贏了，好食。哎，又有辣呢。香哦，有沒有嚇到自己會做的這麼好吃？他嚇到。哎，可能比個藕誒，因為加上來煮的藕誒，可能我們這個挑夫皮是安全牌，藕誒真的很難處理。要是在陰米哦，要酸的又很不油，而且切斷夾。哎，這個好好吃哎，好吃。那你們的還需要吃嗎？流程有還要走完。當然愛啊，我啲牙齒會好食。好，沒有了。也很好吃啊。哎，不分秋色呢。謝謝。但是我們的豆腐，因為我的哈，我這麼堅持唔會穿燙，因為我要保它的鮮味，它的鮮味。我是海參嘅應該我就保持它的鮮味。這個藕真係好食，唔會香。所以我就堅持不穿。它就冇穿鐵啦。米頭懂後，好有辣豆嘅吼，有辣豆，那有香豆嘅，挑絲那種香。好，呢時間呢，先請謝連師傅搶本分數。
跳舞片咧，跳舞冇跳舞嘅牽呢耶。你要是我太喊嗎？唔喊嘛，我太喊嘛。我現在是養生要淡一點。媽媽還有點不，來，親友忘記是我強笨熟。哎呀，動拼啲喎，我壓力動彈啲喎。啊，未愛拼啊，哈。可以啊，公平哦。好，公平，一定公平的，好嗎？好。1、2。好呢，我眼睛有跌破了。你們舌頭還在哈？還在。沒有，真的兩組都很好吃，冇談款呐。好，你向題目逼出來，我會做冇去嘅咧。好。就我剛才了解，我叫到，逼嘅時間，係預先逼嘅哦。來逼嘅種馬。第一片佢上去有逼到，用嘅頭皮咩用葉面，冇看佢安尼模樣係飛到佢，頭皮全部用葉面。第一片冇葉面，頭膚冇葉面。好。啊，七師傅咧，我係上班冇橋咯，從兩片有嘛，因為兩要強硬咧，用硬係強硬嘛，因為可能係做強球，所以你以後做得用濕嘅，用尖嘅。哦，這個很難。啊，兩片有啊，我係上班係，佢個頭皮個見到動擦動一門。恭喜你，馬上見誒，馬上見啊！萍香姐，趕快跟你隔壁鄰居炫耀一下啊！你的韓白油啊，咩做得從個頭皮啊，唔是切煎好嘅時間要用到白盤，個頭皮粉可以炒，啊連上去，上會閃閃呢，做得是到個頭皮嘅脆度，到個頭絲嘅個味道出來，安地當好看。哦，係。好厲害哦！真嘅哦。不過呢，其實偶爾要做料理工，真嘅會較難一些的，有一些複雜。不過呢，心明姐，其實你要注意真嘅較好，對不對？哎，沒有哎。媽，你聲音做好啊？沒有。我以為你也會跟我們和平相處，還是沒有。對啊。好，那剛才做了顯鋪，給咩神奇咧？沒有，這樣是和平相處啊。好，給咩風吹得到2分，南吹得到2分，平手。哇！吹得到1500元價值嘅。恭喜！今日有通貨啦，通貨唔是計較喺錢啊嗬。來，咱準備做啲得到1500塊哦。帶走誒。好，恭喜！加度後，我也全部冇拿錢，度後做母親節的禮物。他們本來是要放口袋的，這樣子講出來，出來做咩做？好，今日時間呢，先請怡雲老太講一下你要參加嘅心得。我超動歡喜呢，因為老早的老媽媽向他做菜，平常啲屋卡冇按樣嘅記費。因為媽媽沒有做菜，媽媽就是會身體聽冇啦，就吃到那種感覺動好動溫馨，感情又較好誒。因為這句話再給你加1分。真的，你吃紅包都不愛嘛？金勇氣要不要參加心得？老太講下。哦，動歡喜，因為平常也冇業做下啦，係啊，一般。就上班啊，大概就叫奶奶煮，我就睇下食啦。這些老一片好多一道，按這些大廚的指導。恭喜！今年哦，真的有點好委屈我們西明姐的呀，因為動過煮菜啊，唔過，然後記得哦，平時哦有買給我平反一下嗎？沒有，這個是雙節目啊哈，是讓大家說我們的我們。客家菜也很多變化，所以今年就好多東西啦。啊，你1500塊係半模樣還是半年？半媽媽，給他也可以。哦，再加5000呐。嘿，再加。OK 啦，其實哦，玉軒啊，今年冇讓你冇關係啦，因為你是要做幕前啊，你又不是要走總不是。係啊。啊，今年參加心得係嘛？該老大家講一下。今年當聽咗嘅老媽媽向下到節目通煮菜，給佢伴媽媽一隻。留影的這種紀念的感覺，嘿，來送補嘅禮物安樣。感謝製作單位啦，大家辛苦。對，
好，今日的比赛讲真嘅呢，大家都有学习到，特别是我们学习到很多。真嘅，西明姐的手艺真的没懂强。好，我想太期间呢，这叫下来到你的节目当中，叫下来挑战人处理最主要嘅呢，正经感情，客家要做得来，练西明下一条较无按接触到嘅食材。係啊，假使還有乜嘅同學吼，譬如講國中啊、高中還有下大學嘅同學，強下來對戰哦，夾來，我們要隔空交火，馬上我哋看。冇唔錯，依家之主呢就等等太期間，強下來挑戰，夾來報名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